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狄更斯，相信經常行山嘅山友呢，應該都唔會認同上述嘅行為嘅。呢幾年因為疫情關係啦，咁好多市民喺週末啊、假日呢，都會到郊外去行山嘅。加上各大媒體不斷介紹唔同嘅打卡地方，咁令到個熱門嘅郊遊地點呢，都逼滿晒人嘅。人潮當中啦，咁都會有習慣登山嘅老手啦，亦都有跟住熱潮而嚟嘅新手嘅。多咗人去行山，注重健康呢，其實係好事嚟嘅，但係咧唔少嘅山友咧都會將一啲生活習慣咧就帶到去山野嘅，咁無意之間咧就忽略咗其他山友嘅感受啦。網上咧都有唔少嘅討論咧，就有關啲最乞人憎嘅行山行為嘅。今日咧我就試一試盤點下10大乞人憎嘅行山行為，睇下大家自己中咗幾多行呢？下次行山嘅時候就要留意翻啦，唔好再犯啦。10大乞人憎行山行為，第10位。與眾同樂型，一邊行山一邊高聲談話或者聽音樂。相信山友呢嚟到郊外呢，想呼吸新鮮空氣之餘呢，亦都想享受郊外嘅寧靜嘅。但無奈呢，有啲山友呢就喜歡一路行山，一路大聲講、大聲笑，同朋友傾偈嘅。更甚者呢，就又用喇叭大聲播歌，製造噪音聲浪嘅。咁樣做呢，除咗破壞寧靜嘅氣氛之外，亦都會騷擾到其他行山者或者野生動物嘅。小紅書曾經都有爭議嘅貼文呢，就批評話喺香港行山時候呢，就被提醒話唔好播放音樂。其實誰是誰非，我諗山友你自己心中都會有個公論㗎啦。第9位，強力膠水型，霸住景點打卡，阻礙其他山友。唔少人行山呢，其實係為咗打卡影相嘅。但係有啲山友咧喺同一個景點嗰度咧就停留得太耐啦，令到其他山友咧就唔可以喺嗰度打卡，甚至乎咧或者阻礙其他山友嘅行山路線嘅。請記住，郊外景點咧就係公共資源嚟嘅，唔好因為個人嘅行為咧而影響到其他人利用嘅權利。第8位，愛心爆棚型，餵飼野生動物，不時咧都聽聞有人餵野豬或者馬騮嘅時候咧就受到襲擊嘅。其實咧，餵飼野生動物除咗係違法之外呢，亦都會改變咗佢哋嘅行為嘅，有可能增加咗佢哋嘅攻擊性。另外呢，亦都會因為呢佢過度依賴人類去餵飼呢，而喪失咗覓食嘅本能嘅。所以大家記住，唔好再餵飼野生動物啦。第7位，流動煙槍型，一邊行山一邊食煙。大家行山都係想呼吸一下新鮮空氣，但不時呢都有啲山友呢，一路行山一路食煙嘅，山徑路窄，仲要逼你食佢嘅二手煙。相信山友對呢種行為呢，一定感到相當憤怒噶啦。況且呢，隨處抌煙頭，除咗製造垃圾之外，亦都可能引致山火嘅發生嘅。所以難得嚟到郊外，咪食少2支煙咯。第6位，不加索上身型，四圍塗鴉，乜嘢何年何月到此一遊？相信大家一定喺唔同景點呢，都見到呢啲人嘅大作㗎啦。講真，你咩時候嚟過，無需要同大家交代嘅。請保持公德心，唔好四圍塗鴉，破壞自然環境。而因為你嘅大作呢，要勞煩清潔工人，又或者義工，嘥時間去處理，真係浪費人力物力啦。第5位，採花大盜型，斬伐樹木，採摘野花，斬樹黨啊，掘竹筍黨，當然人人得而誅之啊。就算只係斬個樹枝嚟做行山棍呢，都係唔要得嘅。講真，買支行山棍唔係好貴係嘛？第4位，豪邁奔放型，喺山徑隨處小便，大便又唔掩埋。人有三急，荒山野嶺，冇辦法之下都要揾地方施肥嘅。當然，如果你有帶便袋嘅話呢，會係最理想嘅。如果冇嘅話呢，都唔好喺主要路徑側邊嚟方便。因為喺山上魚刺，如果處理得唔好嘅話，例如冇掩埋去，或者係冇用便袋嘅話呢，係會影響衛生，同埋或者有機會係污染到水源嘅。第3位，兩袖清風型，揮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點垃圾。我唔係講你兩袖清風咁灑脫啦，而係講有啲山友呢，會將自己隨人嘅垃圾遺留喺野外嘅，真係揮一揮衣袖，唔帶走一點垃圾啦。講真，一支裝滿水嘅水樽，你可以帶喺身邊全日。咁點解當你飲完之後得返一個膠樽，你又反而嫌去阻埞，就將佢拋棄呢？
不論係行山新手或者係專業山友，都唔應該喺郊外隨處抌垃圾嘅。緊記住，自己垃圾自己帶走，將用過嘅水樽、食物啦、紙巾等等啦，通通包好晒。落到山之後先至將佢拋棄，保持郊野清潔。第二位，瀟灑走一回營，即興行山，毫無計劃就出發。總會有行山人士呢，就唔會花時間事前去做下功課啊，甚或連裝備都冇準備好呢，就即興出發行山噶啦。漠視咗行山路線嘅難度，又或者高估咗自己嘅能力之餘，途中呢亦都會自人開闢小路咁嘅行為嘅。其實呢，有啲山路嘅路段呢係收唔到信號嘅，到時先至再上網睇路線啦，又或者求救呢，咁就太遲啦。發生危險嘅時候又要等人救援，除咗浪費公共資源之外，亦都有機會危害到其他行山人士或者前來營救嘅救護人員嘅。第一位，Laughing 哥上身營，玩危險動作打卡賺流量。有人就為咗好玩，有人就為咗呃 like 賺流量，亦都有啲人係有樣學樣，爬出去危險地方影相。點解我會覺得呢個比第二位嘅行為更加乞人憎呢？因為呢個你係明知道有危險而仍然要去做嘅，完全漠視咗任何後果。記住，你出事係會勞動到其他人嚟救你嘅，亦會因為你嘅行為而危害其他行山人士或者前嚟營救嘅救護人員嘅。所以唔好用其他人命嚟幫你呃 like。前面所講嘅10大行為，其實大家都可以避免犯上嘅，而大部分嘅行山意外亦都可以因此減少。香港得天獨厚，有咁多行山徑可以去行，但記住，部分嘅路徑呢，難度一啲都唔低嘅。講真，行山意外一宗都嫌多，只要個山友顧己及人，行山前做足準備，萬事安全為上，做個有功德嘅行山者，不但呢就可以保護大自然啦，亦都可以令大家都有個更愉快、安全嘅行山體驗嘅。如果網友覺得有其他行山行為比上面10項更加乞人憎嘅話呢，歡迎可以留言討論嘅。今次嘅分享就到呢度為止，下次再有其他好討論嘅話呢，就會再同大家去分享噶啦。拜拜。